喺每間醫院入面有唔同嘅工作崗位，每日為市民提供優質醫療服務。時刻不忘以人為先，就係我哋每位前線支援同事嘅使命。先生係咪睇醫生啊？麻煩身份證登記啊，唔該。唔該你。我哋病房文員每日除咗同病人做登記外，仲要處理文書工作同查詢，協助醫護人員應付病房嘅日常運作。當病人入咗醫院嘅時候，就交俾我哋病人服務助理，照顧佢哋喺醫院入邊嘅各種需要，例如監測住病人嘅身體狀況，照顧佢哋嘅起居飲食。醫院嘅每一處清潔，每一個細節都關乎病人同員工嘅安全。我哋運作助理團隊就係背後嘅守護者，用專業同責任心打造安心嘅醫療環境。我哋有時仲係醫院嘅物流小隊，協助運送儀器、化驗樣本同埋護送病人。維持醫院嘅秩序、疏導人流係我哋保安員日常嘅職責，但更重要嘅係我哋係病人嘅第一道防線，係醫護嘅得力助手。每日面對唔同嘅挑戰，守護大家嘅安全。醫院定期維修同埋檢查好緊要㗎。我哋設施管理嘅同事每日都要檢查醫院各類型設施系統，以確保醫院安全運作。因為我哋知道背後關係住病人同醫護嘅安危。我哋非緊急救護員每日接送出院、轉院同覆診嘅病人，確保佢哋安全往返。呢份工專業同細心一樣都唔少得㗎。見到病人康復出院就係我哋最大嘅動力。扣好安全帶，我哋準備開車啦！就係呢種滿足感，令我哋更熱愛呢份工作。歡迎加入，成為我哋一份子。